继续来到立法院，这个内政委员会又搁爆发着冲突，因为国民党一个调查委员齐心莹身体无爽快，无到场开会，委托着立委黄建斌帮忙代理，但是引起着民进党的质疑，讲这无符合议事规则，双方就经历迄个所在，内政委员会再起拢无进展。野手帮占主席台，今仔日内政委员会同款有够乱，不过这摆唔是干那为着选罢法尔。医师人员刚才在协助找一下招委，我招委现在不见。讲咧找调委，因为9点是会议时间，不过无看调委齐心莹，甚至无任何国民党的立委。尤其下骹拢坐满行政官员，民进党立委呢随抗议。现场愈来愈混乱，国民党立委总算到位啊，不过调委齐心莹依然无看人。你也没有招委的授权，不是招委，没有招委的授权，你就不能来主持这个会议。国民党立委黄建斌伊看行上主席台，准备宣布会议开始的时，未正开喙，随后民进党立委呛声讲这无符合规定，毕竟这个议事规则是安尼规定的。轮值的调委无法度主持会议的时，就要拜托另外一位调委对调也是代理。开会时会让请本会委员代理。不要把开会当儿戏。他们该来的委员通通没来嘛，他们连官员都把他们请走嘛，显然他们就是心怀不轨。最近国民党又搁将炮筒对准行政院，因为进行一天参加会议的行政院秘书长蒋明鑫离席。和这个国民党气甲通过谴责案，甚至批评行政院是藐视国会。哪一只黑手？他是打电话，还是被接到的电话，还是接到赖，还是有人来传话？我们没有打电话，国民党真是恶人先告状。而院长对郭秘书长昨天整天耗在国会，结果一事无成的回来，表示委屈与感谢。院长强调，此绝非两院互动的常态。国民党立委呛讲预算拢要抬调，选罢法的战场也未结束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